台湾每一年健保给付的总额高达7000多亿，但是有不少同情的朋友真需要的药物甲医疗器材拢无健保。有一寡朋友的家庭因为无法度负担大笔的医药费，只好来放弃治疗。像带着先天性心骨不全症，也就是俗称玻璃娃娃的病童凯凯，伊需要伫体内进入一种春秋型的骨钉，来减少着断骨的几率。但是这种医疗器材一组就要10多万，凯凯规身躯顶下拢总爱装8组，加起来费用超过100万，父母实在是负担不起。好利家在罕病基金会积极来帮忙争取，即卖玻璃娃娃需要的春秋型的骨钉，总算是有健保了。咱继续来关心罕见疾病患者生存的难题。如果老了的话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找谁去照顾他。吃饭、喝水都是要由我们处理，24小时都没有办法离开。希望他将来能成为罕病儿童的快乐天堂。伊是93公分的小巨人张振凯，大家拢叫伊凯凯。摕拍衫的哥仔去开电火，搬椅仔去便所，这是凯凯平常时的生活。已经8岁啊，但是看起来那亲像是2岁囡仔同款。因为伊得着发生几率比1%搁较低罕见病症——心骨不全症。凯凯就是咱俗称玻璃娃娃。一眼看到他完全没办法去动，脚啊直接趴在这边，然后他那个头型啊，他头型是这样，一般人头型是这样，然后他的头型是这样，完全看不到膝盖，不知道膝盖在哪里，很多那个就转折的地方。玻璃娃娃骨头脆弱，凯凯出世经过妈妈3代的时阵，全身的骨头都拢长去啊。打来到这个世界呢，就充满着惊险和考验。然后马上就插管了，因为那个胸骨、那个肋骨整个都断掉，然后已经有压迫到那个肺部，所以必须要那个用呼吸去呼吸它，才有办法比较正常的呼吸这样。那插管插了大概2个月左右。想救好像半个多小时，所以我就觉得一定是不行啊。头又被他压一下，可能受伤啊，头有那个积血，所以就想说，那时候是也想说，人家就说这个如果救不起来就算了。生着这款罕见病症的囡仔，上艰苦的就是妈妈。对中国寄来台湾12年的凯凯妈妈，迄阵做烦恼外人是安怎看伊？有当时好几工的。本来嫁过来也很不简单啊，人家都会看不好你了，你又生出这种小孩，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会想哭，所以我就不想去提这个。人家都说坐月子哭，你以后有后遗症啊。我自己妈妈也是不敢跟外人讲啊，她就一直安慰我啊。我哭他也哭，我哭他也哭啊！我那时候就想不开啊，就觉得我这样子的话，人家更会谣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没有做什么坏事情那个怎么老天会让我们生到这种小孩？和2岁弟弟微微生来生去，凯凯看起来无烦无恼，但是从明白代志的伊，妈妈发现讲，家己和别的囡仔无同款。那你是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跟别的小朋友有点不一样？1年级的时候。1年级的时候发现你会很介意吗？不会啊。那你觉得这样生活有没有比较？叫我怪胎比较烦而已。有同学这样说你哦。那你要怎么回他？没怎样啊。
凯凯嘛，亲像其他的查甫囡仔同款，活泼搁活动，但是因为身骨不专情，互伊时常受伤、骨头疼。自细汉到即马，已经动超过10摆手术。也不会哭，也不会闹。你照顾他，你说阿嬷要去哪里？你在这里等我，他也说好，他是可以商量的小孩。他就每次去开刀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痛也不敢讲，觉得真的很心疼。但是他从装的骨钉就慢慢比较不会受伤，就会觉得说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为着降低骨头疼的几率，凯凯2岁时阵开始伫脚顶关装传统的骨钉，但是传统的骨钉无度对囡仔的成长来延长伊的长度，必须要逐年开刀来换。一直到出现会当伸手的骨钉，凯凯就免一直开刀忍受这款的痛苦啊。不然小孩子从小被开，不知道开几次刀。可以这样说，比如说他如果说从1岁到10岁会开10次刀，那伸缩骨钉当然不可能说一次就，说不定他从1岁到10岁，只开了3次刀。即摆凯凯4支骹手拢总装8组会当伸手的骨钉，一组14万来算，拢总爱112万。对朋友家庭来讲，经济负担嘛是真重。但是对于2015年开始，玻璃娃娃使用会当伸手的骨钉，嘛会当用健保啊，省了很大一笔负担。那如果没有健保给付的话，爸爸还会使用这些？会因为自己的那个经济因素啊，去考量，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做这个伸缩骨钉，或者是就只能装一般的骨钉。整个流程是非常繁复，而且我们这个伸缩骨钉是第一案，那到底要走什么样子的流程，蛮辛苦的。所以进来以后呢，除了有厂商找到厂商以外，就是跟政府沟通也花蛮多时间的，因为对政府而言，它也是第一个医材。自从会当伸手的骨钉有健保了后，已经有11位未成年玻璃娃娃受惠。除了特殊的医疗器材，汉北基金会嘛一直在争取汉北药物的健保给付。就亲像华视新闻杂志里2015年所采访的这位苏小弟，伊得到的是全世界发生率只有3%的非典型性溶血肉毒症，会当用的药叫做 acalabrutinib， 一剂要21万。苏小弟一个月就要住4剂，每个月84万的医药费，家人负担足重的，嘛歹想过讲规气放弃。但是好在加在2019年6月 acalabrutinib 有健保啊，苏小弟有活落去的机会。所以现在有57种的药，一个特采。好，刚刚我们在讲的是另外一个，就是玻璃娃娃的特采，就是57种药照顾34种的疾病。那疾病的 coverage 就是现在公告的是223种的公告的罕见疾病，那它的疾病的覆盖率应该是15%左右。照人次来算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有30%左右的病患是可以被医疗药品照顾的。但是汉北用药对药厂来讲，合用的对象上少，佮加上台湾和其他国家市场来比嘛无够大，所以就算是足无简单争取到罕药有健保，嘛有可能因为需要的人无够侪，药厂最后断货，朋友嘛是有可能找无药啊。就亲像玻璃娃娃过去所使用的健保药，像林森化合物 Aradia， 药厂伫2015年停产了后，汉北基金会嘛是爱另外去争取会当替代药物，但是因为嘛是足少人用的，叫做孤儿药，所以要摕到嘛是无遐尼简单。但是如果是 off-label use 的药，尤其是罕见疾病的用药，它可能不赚钱，它就不做啦。或者有其他替代的药的话，真的需要有一个比较更有弹性的机制。其实制度跟法令都是死的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操作面的话，需要更多的需要更多细致的一个程序。汉北基金会创立迄当时，就是以社会立法和议题倡导做目标，捌创下30天顺利完成罕见疾病防治以及药物法立法的记录。目前嘛，继续关心全民健保的议题，保卫病友的权益。他现在有2位可以列席，就是说我们病患团体的代表2位可以列席。那2位列席的话是不能说话的。其实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是长期为病患争取医药权益，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基金会有很多专业的人员，他其实应该很有资格
或者是跟病患沟通好以后，可以进去说话才对的。生出这种罕见疾病的小孩，很多家长是没办法接受的，父母亲他们都会非常的痛苦，甚至还会有那种想要抛弃小孩的想法。那我是非常希望政府可以帮我们，帮一些罕见疾病，让大家一起来照顾这些小孩。受惠的开一家伙啊，即马生活有较困惑。因是过来人，嘛希望讲主管机关对病友家庭的困境会当加一刷了解。20年来，罕病基金会一直拢咧争取病友的社会福利和医疗补助。对病友团体和病友家庭来讲，这一路行过来真辛苦，嘛无简单。但是一切的努力，拢是希望病友伫无好行的生命道路顶悬，生活会当更较有品质，嘛更较有尊严。